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吴国成，欢迎收看今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咱赶紧来关心上要紧的几项新闻事件。中国官方发布讲，通用国内武汉肺炎的病例目前有440宗，台湾昨晚验出头一宗带病入境的患者。全世界拢伫咧警戒武汉肺炎，北韩宣布禁止外国游客入境，交通部当嘛要求中国取消武汉来旅行团。中央气象局讲，天气会一直烧落到旧历的初一、初二就会渐渐反寒，初三、初四还佫较冷。观众朋友，咱先来关心早起，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讲，通用国内诊断确定武汉肺炎的病例，目前有440宗，也有9名重症的患者已经不幸了。咱台湾昨晚验出头一宗爱国外带病入来的患者。卫生福利部当嘛公布讲，国内有8间病院有法度随化验这款病毒，随判断症头。另外201间急救责任的病院，过年嘛拢无休困，民众他都唔通伤过惊吓。中国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个案继续在增加，而且嘛已经拖去真侪省，除了北京、上海、广东省以外，乌兰、中沙、云南、昆明等等的所在，嘛出现头一个确诊的病例。到22早起为止，中国全境确诊的患者超过400例，累计有9个人死亡。湖北省和武汉市依法采取最严格的防控措施，加强农贸市场监管和野生动物管控，内防扩散，外防输出。中国武汉肺炎的疫情继续在拖，唔但泰国、日本、南韩等等的国家已经有确诊的病例，台湾嘛出现头一个境外刷入来的确诊个案，美国嘛确诊一例，而且这嘛是头一个伫咧亚洲以外国家发生确诊的案例。因为旧历过年底要到啊，拄中国返来台湾的人增加，而且佫拄着流感高峰期，卫福部公布全台湾有大3种等等8间校育病院会当进行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和检验的流程会当较紧的。8家的这个合约医院，我们都已经提供他怎么去做新型冠状病毒一个检验。好，那至少其中有5家在过年前他们就 ready 可以检验了。负压隔离病房有1000多床之外，那么全国的加护病房共有6600床，那么因应，那么呼吸器我们也做了盘点，一共有9000多台的呼吸器。卫福部强调讲，全台湾有201间急救责任的病院，就算讲是过年时阵嘛是24小时无休困，另外嘛会开类流感特别门诊，提供发烧的民众来互医生看。不过若是过去14天以来捌去过武汉佚佗，出现发烧还有呼吸道的症头，请卡1922或者是卫生局的防疫专线。挂出完了后，赶紧去病院，而且通知医生你的旅游史。记者综合报道。武汉肺炎继续咧拖无休，中国迄边已经有几两个医生甲护理师治病了。咱台湾的南口中坑病院嘛有要求入去急诊的患者甲家属，拢着爱挂喙罨，佮开始限定家属来陪伴病人的人数。另外高雄病院当嘛当咧加强演习，患者来就诊若有发烧，要安怎样隔开检查，规站过程拢着爱演练和执证。有病人来看医生，出现了发烧状况，马上互人送去急诊的负压区，穿着防护衫，医护人员检查了后，透过户外运送通道，把人送去负压隔离病房。高医是高雄市指定武汉肺炎隔离病院，所以加强防疫演练。有在这些中国旅游的一个状况，武汉地区旅游的一个状况，或者是他有接触到这些疑似的个案的话，当然经过14天之后，他有可能过了潜伏期，他症状出来，所以我们现在大概是先以这个时间，这个期间来做一个疫情上面的一个调查。病院一再提醒，要来看医生的民众一定要照实讲，捌去倒位算过，还佫带来倒资讯。因为武汉肺炎扩大，台湾已经出现头一件病例，要对抗疫情，第一线医护人员是真重要。真侪病院都已经在做准备。南口中庭为今日开始，嘛要求去急诊的患者，还佫有家属，拢爱戴喙罨。我说你真的有需要到医院来看病的时候，就像刚才所讲的，一定要戴口罩。那尤其是进入急诊的时候，在我们医院，我们希望说大家都能够到这个比较风险比较高的地方要戴口罩。因为武汉肺炎疫情扩大，在中国有工厂的红海表示讲，经过确认了后，为武汉返来台湾员工目前拢无异常状况。22号举办嘉年华活动，嘛特别要求为武汉返来台湾的员工莫来参加。现在是有几例，比如说有50例、100例、200例，那它会等比倍数的增加。
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讲，个人有直接管道会当联络到中国防疫单位，已经知影武汉肺炎即马是愈来愈扩大，会来考量是毋是爱互员工来过年了后，先莫转去武汉上班。面对疫情，台湾的病院还有到中国市场企业，拢是正注意。记者综合报道。蔡英文总统早起召开国家安全高阶站的会议，嘛含17年前担当卫生署长，一手将 SARS 消灭掉的陈建仁副总统，做伙出来呼吁中国迄边处理这款病症，消息都要公开透明，唔通暗藏。另外，台北市长郭文铁医师伊嘛讲，市内这边是有经验，提防疫情会做较到。伊阁批评中国唔互咱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 WHO， 安尼实在是唔对。中国武汉肺炎疫情继续在拖，台湾嘛出现头一例。总统蔡英文2日早起开国安高层会议，讨论后疫情备，包括机场启动检验机制，佮有开中央疫情指挥中心，佮专工甲副总统陈建仁做伙对外说明，强调即卖执政团队当年就捌全力对抗 SARS。那么17年前呢，我们一起挺过 SARS 的风暴。17年后的今天，我们有足够的经验、足够的准备以及足够的信心来面对挑战。如果有发烧的症状，那就要到相关的医院去就医。戴口罩的部分呢，我想补充一下，就用一般的外科口罩就够了，不必要用到 N95 口罩。目前政府嘛暂停武汉旅游团来台湾，爱民众唔通伤过惊吓。蔡总统嘛甲中国发话，呼吁中国爱做好国际责任，疫情爱公开透明。WHO 嘛无应该袂记伫台湾，并且与台湾充分的共享正确的疫情资讯，这对中国人民本身也是有利的。那我们也相信，政治的考量不应该超越人民的保障。我要再次呼吁 WHO 不应该因为政治的因素排除台湾。台湾就在全球防疫的第一线 ，WHO 要有台湾的参与的空间。这针对欧洲访问回来台北市长郭文铁，面对台北市安怎防范肺炎的疫情，先用医生的角度表示，武汉肺炎甲 SARS 真相像，就亲像是 SARS 的小弟。过年期间，北市会开类流感门诊，和发烧的病人分流。不要让发烧的病人跟一般的门诊病人混在一起嘛。所以他大概其实这些都不是我们发明的，因为当年在 SARS 那一战以后有建立 SOP， 所以就用那一套来处理就可以。郭文铁强调，当年无经验，才会伫输出现联合病院和平防疫的情形，敢有经验也是有差。佮较批评北京阻止台湾参加世卫的会议，这款的做法就是唔对。台湾无加入世卫，阻害全球有效应用卫生危机。记者综合报道。全世界伫咧警戒武汉这款肺炎。连美国早起嘛证实讲，已经有发生头一层案例。中国四边包含日本、韩国、佮泰国，一个是无地走险，拢已经有患者诊断确定。另外，北韩这国采用的政策佮较彻底，因宣布讲自今仔日开始，全面禁止外国的游客入境。美国旧金山机场启动体检机制，若是自中国武汉来的航班，旅客拢爱绑体温，若有发烧爱进一步体检。虽然有做准备，不过美国疾病管制甲预防中心2日宣布，境内出现第一例新型冠状病毒确诊病例。这位患者伫咧最近有去过中国武汉旅游。伫中国边仔的北韩也加强戒备，旅游网站发声明讲，自2日开始，北韩暂时对外国游客关闭边境，禁止外国游客入境。伫周边的日本、南韩加泰国拢出现确诊病例了，澳洲当局上新的指出讲，有一位自武汉回国的男子出现疑似冠状病毒的症头，怎么居家隔离。We've got one gentleman that we're just following at the moment who has travelled to Wuhan and has developed a respiratory illness, but he's recovering at home, and so we've done some tests on him and we're awaiting results. He's here in Queensland at the moment.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日也伫内阁会議指示，對武漢肺炎全面加強檢疫。中国では引き続き患者数が増加しており、一層の警戒が必要となります。感染症の発生状況等の情報収集の徹底などに万全を期してください。甲日本同款有確診病例南韓，自2日開始，機場的防疫也升級。 우한발 비행기가 도착 시 더 강화된 살균 소독을 실시하고 있으며 입국자의 동선을 따라서
여객들이 안전하게 이용할 수 있도록 만전을 기하고 있습니다. 中國舊曆年嘅假期就要來啊！每年超過幾落1億嘅春運人潮，被人叫做是代表上大前線，也增加疫情擴散可能性，是防疫嘅大考驗。記者綜合報導。昨是還有2團按武漢來的旅行團入境咱台灣。早起交通部內部有開會，因為舊曆過年休假這中間，另外還有10團同款要按武漢來到位。伊嘛望講要和中國趕緊溝通，要求大聲取消。另外，本地咱台灣有7團要去武漢市觀光遊覽，但嘛確定攏已經先要按下咯。因應武漢肺炎，交通部伫早起開內部應變會議，對23有2組對大陸武漢來陸客團到台灣，春節期間到1月29，一個8團會來。交通部講會透過相關窗口加對話溝通。希望對話會當取消這10團178人到台灣的行程。旅行社通報資料還是維持會依照既定時程來入境。光局駐大陸的相關的一些辦事處，在積極的在做對這樣的一個情形做一個查證了解。而針對台灣團到武漢的部分，在春節期間本來有7團，不過因應旅遊經濟升級正做第3級，目前都已經取消。旅行業者講會依照觀光局的要求，協助民眾退錢或者是轉團。照觀光局指示來辦理，想要協助轉團的就協助轉團，要求要退費的那就退費。旅遊業者講，其實武漢並不是中國旅遊的熱點，來回當地其實以台商較多。驚講疫情斷開，再去有真濟自中國返來台商，攏家己大催安。大陸人也會懷疑說，是不是人數可能一定不是只這樣？對。了解，所以你現在身體狀況都還 OK？對啊，就趕快逃回來。是香港人因為經過 SARS，所以他們就是對這種東西都特別謹慎，所以平常地鐵什麼戴口罩的人都多了。邊境嘅防疫人員也攏有大催安，正專心顧到紅外線用務，未體檢做有發燒嘅民眾。2大航空公司也針對被中港澳航線第一線機組員提供催安。華航是宣布啟動自主防疫措施，被武漢嘅班機回收嘅攤仔會加強消毒，以便降低感染嘅媒介。記者綜合報導。今年舊曆過年休7天，天氣安怎樣變化呢？中央氣象局講，當然一直燒到舊曆嘅初1，初2開始就有冷氣流通過台灣，東北風嘛會較透。天氣會漸漸反寒，初3、初4還佫較冷，關山頂無定佫會落着雪。這款交雨水的天氣是會一直保持到初6開始上班了啊。出年頭天氣正舒適，這種好天氣將會持續幾天。不過在過年的7天連假，溫度變化正大。自這個初2開始，溫度會跟那舊曆攏同款，由燒熱變做涼，而且愈寒愈冷。北部上低溫度只個那剩13度。那初2天氣逐漸轉涼，而且下雨的幾率提高，溫度從初3到初5是一天比一天低哦。那最低的時間可能是落在初5，預估目前這一波冷空氣最低可能在北部、東北部的最低氣溫大概，還有中部的最低氣溫大概是12度到13度。中央氣象局講，在舊曆過年7天的連假，天氣是先燒熱尾啊轉涼。自1月22開始到這個初1，攏是溫暖舒適的好天氣。也毋過，自1月26這個初2，鋒面通過，加東北季風增強，天氣明顯的轉涼。在北部加東半部有短暫陣雨。初3、初4受到大陸冷氣團的影響，天氣會更加冷，關山甚至有可能會落雪，溫度計佫落雨。這種情形會一直到初6開工了後。正好水期比較多的時候，可能是在初3到初4這2天，所以如果以高山下雪的幾率來說，是初3到初4幾率相對略為高一點。氣象局講，在東北季風帶來冷空氣，舊曆過年7天連假最後幾天溫度會愈來愈降，瓦近大陸冷氣團的頂級。而這段期間，華南雲河區向東平線帶來水汽，自初2到初4全台灣攏會落雨。中部以北嘅山區，東北部也有貴人嘅北海岸雨會較大。記者綜合報導。台灣話藝術水閣好，國政解說2句，互你做參考。解說，解文說理。實在講，咱真濟課本頂頭，攏有教學生囡仔講，
原来过年民间传说，就是因为有年兽会出来食人。我细汉听到这款课本内底咧教的内容，我嘛去问阮老母，我嘛问讲，你敢捌听过年兽这款民间流传的故事？阮老母讲毋捌咧，我敢若捌听人讲沉地，就是讲吼，年若要到，地沉呢，路尾国情变啊变，伫咧咱民俗专家廖汉臣先生所写的《台湾的年节》这本册内底，真正去看到丁猴造玉帝这款的故事。原因就是讲，永早台湾人无论地，咱有地神；门有门神，灶嘛有灶神。像知影讲吼，吊伫咧壁顶烧番仔油，迄款丁猴，讲到尾啊吼，蛇音变做丁猴。咱嘛感觉讲，迄秘书敢若一只猴共款，开始有迄种形象伫咧头壳内浮出来。毋捌去拜着丁猴啦，丁猴一年吼，煞心肝头真不好。讲恁灶神啊咧拜，地神啊咧拜，门神啊咧拜，敢若我无拜，就去你天庭造玉帝。讲汉江人忘恩背义，玉帝你得要查明事实，将这款无情无义的人消灭掉。玉帝听到丁猴咧走，也无查明事实，真正下令讲好，伫咧旧历30日迄天要来沉地。结果这件代志吼，去互土地公，去互妈祖婆，去互观音佛祖去偷听着。土地公竟来甲汉奸人托梦，讲旧历30日就要沉地后，托梦了后讲起来，咱民间的人是真善良。那30日要沉地，神明来托梦，来甲咱启示，但利是就要先送神。咱若真正沉嘛，唔通连累着神明，唔才会利是先送神。结果吼，伫咧过年夜迄天，明仔载就要沉地啊啦！大家吼赶紧讲，煮我较青草咧，较澎湃咧。啊，厝人的钱吼。当做时大，这老辈拢摕出来分啦，分第二钱啦。毋则讲土地公托梦这个代志，造成甲讲有围炉有分第二钱这款的风俗。结果观音妈去甲玉皇上帝讲这是丁猴乌白走。玉皇上帝派使者出来民间查落去，真正了解讲无影啦，无影讲吼汉奸人忘恩背义啦，决定收回性命，地无要沉啊。到甲过当日正月初一早起，大家看讲哇地无沉，大声互相讲逃过一劫，这就是上天开恩，所以讲恭喜恭喜。尤其正月初一日，拢得要去庙里行香，得要去亲情50中间行村，这就是正讲台湾民间过年的风俗。啊，当然一所在有一所在的风俗，一地头有一地头无相像环境的造物。你像讲西班牙东边，顶日去互北方西算断甲，已经有4个人不幸死亡，22万户失电。尤其卡塔罗尼亚这个地头，有17万的学生拢无法度去学校上课，主要的公路、铁路嘛拢袂通。啊，现此时即阵北方西，佮已经加对法国去了。当季风暴格罗利亚强力影响西班牙东部海岸城市库列拉，虽望风势强，也有袂少的观光客看到海片顶悬有真侪风冲上花鱼啊，拢走出来看，有的人甲这鱼啊捡起来。It was the worst experience I've ever had with the storm we had, and the sea came in and brought all the sand and the fish with it. Und jetzt ist so viel Zerstörung da. Die Dünen sind größtenteils zerstört. War alles gerade neu gemacht. Also es tut mir einfach leid. Auf der anderen Seite bin ich froh, dass es jetzt nicht im Sommer ist, wo es mehr Einfluss auf den Tourismus hätte. 风暴瞬间的阵风时速超过每小时100公里，部分地区落大雪，佮带大雨，加上低温，天气状况真歹。西班牙国家气象局针对东北部发布警戒，伫咧海边的供应一直冲击之下，附近的餐厅和商店被毁。东部的瓦伦西亚以及加泰隆尼亚部分地区宣布停课，17万的学生日免上课。加泰隆尼亚的赫罗纳有22万户停电。托萨德马滨海城镇佮出现像泡的海水，淹甲街仔落来，这是因为海水受到强烈的扰动所造成。通法国和西班牙一条主要高速公路，尤其是大货车等运输业上接使用一条路，嘛因为风暴侵蚀下中断。目前格罗利亚已经开始影响法国，伫咧东比利牛斯省和西班牙交界的所在，有大约1000户的住户停电。记者综合报道。实在讲，这就是气候变迁来所致。啊，世界各国嘛拢有专家咧牙讲，着要积极减少排碳。咱国内虽然伫咧2015年就已经有公布气候变迁减量甲管理的办法，不过有学者当头指出讲，今年确实是无法度达成减量的目标。
现部咧推动减碳的行政机关，该赞哪像嘛有较低呢？为着要展现减碳决心，台湾2015年巴黎协定通过进程，提出国家制定贡献 NDC 减碳量。环保团体认为，协定提及 NDC 应该由下而上推动，但伫台湾只有各部会汇集计划交予环保署。我们是期待说，可以参考2017年能源转型白皮书的那个讨论模式，就是可以产官学研还有 NGO 共同一起来协作。国内2015年公布施行温室气体减量有管理法，规范15年要提出阶段性减量目标。到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要比2005年减少2%。学者指出，按照目前排放的趋势，今年恐惊加派达标。所以我们必须要面对说，好，那我们2020没有办法达成，那我们在这边的话，是不是要有一些强化措施？各部会应该要提出一些更积极的措施，然后促使我们台湾能够履行我们目前法定的阶段性管制目标的责任。调查委认为，温管法实施将近5年，但咱看到中央的层级效率不好，部会权责分工不清楚，嘛欠缺具体管制工区。呼吁蔡政府应该提悬行政的层级，成立气候行动汇报办公室，依照防灾模式，由行政院长亲身主持。记者林仁文、吴家宝台北报道。财经上界新，咱来讲台湾经济研究院针对今年度总体性的表现预测讲。经济成长率是2.67%，比较去年11月预测有较提高淡薄啊。因嘛讲，虽然大多数的机关针对全世界的经济，拢预测表现了会较平，称袂悬。不过近来中国和美国的贸易战争，情势已经较无遐紧张，这对贸易和制造业嘛是真有帮助。最近几季台湾经济成长率是相对四小龙比较高，但是这个投资比率还是比四小龙低。所以，如果就是内需的一些投资持续做，不管前瞻基础建设、5+2，还有台商回台那个部分，台湾的经济成长率其实会越来越高。觉得台湾未来3年是很有机会，对，会让大家刮目相看。台湾经济研究院嘛指出讲，国内目前行伫咧头前的经济指标，看起来表现也是真软，可见全世界经济的需求拢无通反好。若国内需要这方面，目前拄等是产业的小月。加在网络5G 的技术开始咧行，电子机械业的厂商则对这个月景气有较乐观。另外，传统产业受到中国和美国贸易的情势渐渐平和来抵应着，国际油价、钢铁的价销嘛拢开始有起转来了。不过，台湾经济研究院嘛指出讲，中国迄边的非洲地区甲武汉的肺炎，拢是影响今年的经济无法度按算一项的原因。讲起来无钱，真正办无头路。高雄市政府进前就表示讲，若要举办罢免韩国瑜市长，连带佫着补选的经费，恐惊就要用到2亿。不过去年中央统筹分配发落来，予高雄市的税金已经确定有9亿4000多万。但支持推动罢免的民意代表就讲，安尼经费就有啊。不过市政府是驳回讲，这条款项就要先照规定运用伫咧市府的预算。排队的人是市府后山行政中心树尾仔钱甲考出，有人报名点半就来排队，就是为着要领高雄市长韩国瑜本的红包。不过却问到市政府会摕到中央分配款9.4亿，敢是当应付罢免外党的经费，还有武汉肺炎等等的问题，所拢无要回答。市长，这个9.4亿的统筹分配款要怎么运用呢？去年中央统筹分配款超定91.6亿，高雄市会当分到9亿外，有民代爱市府好好用这条钱来应付罢免外党的经费。若是罢韩团体嘛表示，已经收到中央选委会通知，初时就要上报来去领连署人的名册。接下来会广设联署点，那这些联署点就包括了以民进党籍为首的民意代表，以及基进党党部，以及甚至包括实力的政治人物的一些服务处，这些都会在南后站里面。那以及一些人潮比较多的地方，在初5开始，我们都会广泛的设点。这个罢免本身是人民的权利，原则上我们就面对。那该怎么样来做一个处理，包括预算怎么样来应用，我想4.5一定会依法办理。罢韩团体表示，初5会开始第2阶段的联署，上晚要伫3月28进前送件，希望讲联署数会当达到38分，会来设真地联署点，欢迎市民做伙来参加。记者综合报道。
来讲，去年12月13，远东航空无场地宣布停飞，结果到当毋但12月薪水无法度甲新落清，连今年正月月金嘛确定无财条发得出来。早起远东航空的张光伟董事长搁再开记者会，伊来讲要甲千外员工表示谢礼，另外嘛讲有找到人要信因这间公司，毋过就要交通部先同意，互因继续飞。投资人很明确的表达，希望政府能够同意复飞之后，他们会挹注大量的资金。在此恳求政府能够给远航1000多个家庭一个生存的机会，能够明确同意复飞。那投资人愿意就复飞的条件，他们全部来完成。现场有投资人的代表献出声明书，讲真有意向要信远东航空。张光伟董事长嘛强调讲，一旦资金入来到位，会大声紧和公司的同仁清薪水，阁有欠人的钱额。伊嘛会甲迄张投资的意向书，阁有资金的证明，拢送去到主管机关，请求同意，互因继续飞。总是交通部本地按算讲，过年过，就要废除远东航空载人客的证照，敢会因为这款情形，阁产生变化，实在值得继续观察。咱换来甲观众朋友关心一寡地方的消息。台南市警察局的嘉义分局，顶日查到交警咧，互人跋四摔啊，就是掠四摔的相达，才互人缀看倒一只赢。现场有13个人拢总移送法办。警方讲，虽然地钱额无济，不过这确实是违法的行为。厝内底徛真侪人，看阿捌内底2只大狗伫遐搭来搭去，毋过桌顶所有出现钱都无单纯。台南市嘉义分局进前掠到交警利用大狗来大叫，查到细粒丢主甲细楼的厝主，涉嫌提供场地，还佫有工具，用比赛方式，互在场的人地图跋筊，算是较罕尼快的跋筊方法。蟋蟀是先由主人们过滤筛选出一些骁勇善战的品种哦，然后正式上场之前，先利用大碗公依身材来区分这个量级。那双方同意的时候，便让蟋蟀登台较劲哦。警方嘛伫现场查扣桌顶有100块的交金，还佫有场地费500块，现场总共13个人。根据警方调查，细粒的丢主甲细楼的厝主涉嫌甲每一个人收20块的入场费，伫咧比赛过程当中，互脚卡自由地图，拄几10块到几百块不等。虽讲金额无悬，毋过原本金场刺激的传统游戏，煞去用地图来变输赢，这就是违法的跋筊行为。商所提供不特定的民众那进场的时候收取入场费20元。如果有示意或者是有押注的话，有人愿意收取，就双方面就成立人格对赌。警方表示，大狗的主人内底，有人摕过新化地区的大狗比赛冠军。这个人甲工具拢掠着，全部去互警方处理依法上班，还佫有处罚，可能是因调上袂高的。过年伫要到啊，警方嘛呼吁民众，毋通想讲要用跋筊来趁利头，而且若是出入交警，或者是伫现场跋筊的人，拢是犯着刑法跋筊罪嫌。警察机关会当罚新台票9000块以下罚金，希望民众毋通来做违法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咱话来讲花莲县这边，花莲县伫咧主管动物甲食物防疫的单位，当公布讲正月初9，有一只果子麻诊断确定是去得着小狗症，加在也无人去互咬着伤。总是这是通花莲头一站果子麻去得着这款病症。动食物防疫所这边嘛开始发出消息，通知民众都要带猫仔狗仔去注小狗症的预防针咯。这只被花莲民众伫金正园发现的果子麻被送往动食物防疫所了后，大户小狗病发作有攻击性。送中兴大学初步检验是小狗病阳性，后来去送农委会家畜试验所，确诊是小狗病。这只白鼻心呢，是我们花莲县呢，从102年台湾有野生动物幼獾狂犬病阳性案例，我们花莲县这是首例，那也是全国的白鼻心的第8例的一个阳性的一个案例。因为发现地点是花莲市的山边动食物防疫所，遂派员到社区活动中心替猫仔狗仔注小狗病疫苗。民众也拢带着家己饲的猫仔狗仔来注射，也真烦恼会被传染小狗病。白鼻心，然后想说，可是那个速度也很快，我晚上就看到那个宣传单了，对，我就想说赶快带狗狗来。一个人就是爱烦恼，无安怎。
同时，无防疫所强调，近年来发现的感染小狗病拢是草青麻随着果子麻得病，小狗病疫情就需要搁较细致，请民众遵守二不医药政策，莫放杀厝中的猫狗仔，唔通接触掠野生动物，为厝内的猫狗仔定期注小狗病疫苗。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过年时啊，观光游览，彰化鹿港甲人无相共。因为着要争取暗时去游赏的人客，特别伫咧桂花巷设计高压顶的艺术造景，安排千外粒的七彩铃灯，摆出一撮银河，欢迎正月时啊，大家来欢喜人看人。上介好是连过暝都安排踮鹿港，用心情逗人客，心情确实用真重。民众摕着专业相机开咧涂骹来取景，也佮利用镜来翕出导影的效果。彰化鹿港的桂花巷最近装了上千个的高灯，想要伫咧春节期间吸引游客，暗时啊，嘛会使来鹿港佚佗。这拄啊点灯，就袂少民众来翕相拍卡。我觉得这里的话，用就是雨后的桂花巷艺术村别有一种风情，颜色的组合这样很漂亮。鹿港电工所表示，玉界鹿港嘛是甲往年同款，也是全台湾重点的观光景点之一。不过以往有真侪游客拢是透早来鹿港耍，暗时啊就离开。这个希望利用夜间的景点，会使甲游客留到暗时啊，甚至会使伫咧鹿港过暝。桂花巷艺术村这边也布满了7色的一个龙灯啊，晚上也非常的漂亮。还有文武庙现在已经开始筹措在布灯，那在布灯上面会显示说一些宗教文化的一些特色。这届春节长达7天，彰化溪州今年嘛继续举办第14届火地彰化活动，配合鹿港。还有八卦山夜间景点，要让游客体验无同款的彰化。像讲春节期间日时，还有暗时的观光商机。记者彰化综合报道。咱再来讲云林，因为去年12月雨水落袂休，云林遮一寡农民所种的马铃薯紧拢烂去，产量比较逐英年嘛减有5成。立法委员刘建国当着邀请农政单位来会勘，确定减收是雨水所致。嘛邀请乡镇市公所将损害资料报去农委会，若是条件有合适，即时就用现金救助。农民将土内马铃薯挖出来，有的因为生长天气过热细，有的马铃薯早就已经烂去。随着去年12月落雨后，天气马上转好的影响，予云林岛南地区真侪农民反映，马铃薯近期减产至少5成以上。落雨最香4-5粒的啦。大个遮大粒，但是即摆就袂大。那我想应该是可以让官员农粮署很快的速度来做立即的判断，是不是可以马上启动天然灾害的救助。刘建国表示，近期接到真侪农民反映马铃薯减产的灾情，那正常收成1分地大约3-4公吨，但今年只有收成1-2公吨。加上邻近的嘉义县早就启动现金救助，希望农委会针对云林县的灾情，买单启动天然灾害救助。云林县的部分，我们在看一两处之后，大概就会请专家来判断。好如果有达到这个门槛，我们一样也会启动天然灾害救助。当地农民表示，近期1分地马铃薯成本大约2万块，但今年减产超过5成，采收根本无够成本。现在只会当尽量收成弥补损失。民众受损的面积向公所提报，希望农政单位统计灾损资料后，会当启动现金救助弥补农民的损失。记者为您报道。再来讲台中的科学园区，若要往回水南经济贸易园区，因为中有架一条第74的快速道路。所以讲，拢着爱设中清交流道，上下班交通无用的时间真正真窒，时间阁费去真济。目前柯南爱琴桥已经通车，可见安尼就会当缩短15至20分的车程了。台中市中心中科东向道路最后一里路，柯南爱琴桥社中桥早起通车。2、1，请揭牌。这个透过票选来的桥名，主要是因为外形亲像一只骑禽。通车了后，嘛，予往来中科园区甲水南经贸园区的用路人，袂阁予74号快速道路切断，嘛减少中清交流道的交通负担量甲阻碍，居民是真欢喜。去到中科路，上至少车顶要太5遍，虽然这摆园区是条去分散，若上班就这市内以外为中科路去。
台中市建设局指出，柯南爱卿桥主塔徛伫的宽度是72公尺，全长552公尺，是目前中部上悬的社中桥。主要是为着要下过80公尺宽的宽中路，甲第74线中清地下道，避免加新的平面节点。所采取的工法，总计是开9亿外。环中路才74线的上面哦，那连接两地，如果用一般的平面桥梁，它的跨距中间必须要落墩，它可以成为一个替代道路，也可以直接从水南经贸园区到我们中部科学园区，我们缩短了将近15分钟的一个车程。施工单位指出，这座社中桥会当承受的准进临界风速超过达标134.2公尺，是远远大过17级风。等于是强烈风台临界值，另外会当小透宽中路、黎明路、甲中清路塞车的问题，会当分散市郊往回市中心的车流。今年过年，用路人就会当感受到塞车的时间变短啊。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北市，当有消息讲，国立台湾大学要将学问家戴靖龙人生上尾站徛在温州街迄间厝体听现实，这嘛引起一寡文书工作者，搁再去台北市文化局抓。今日早起，文化局已经有派委员去戴靖龙的厝底遐勘查。现场有人主张讲，戴靖龙是真重要的文化人士，望讲这搭所在尽量爱保留较好。温州街25号国校大师戴靖龙退休了后，生活的所在头前，文书工作者各一概集合，呼吁爱保留这块有文字保存价值的所在。故居的判读来讲，其实它不太以时间长短。就是台大的说法说，事后被我们指出它是戴靖龙故居的时候，台大的说法是说，台教之后只住了1年。但是我们也必须要讲一件事情，台北市文化局自己把标准拿出来。代代上有名的字是戴靖龙书画的字，代代中文系一定爱读的中国文学史嘛是伊写的。文书工作者讲，除了无形的人文价值，厝的结构因为管理不当造成的损坏，未真歹修理，莫因为外观来决定价值。蔡瑞佑舞蹈社的这个保存运动，就做出了一个非常经典的示范。在什么都消失了、都烧光了、都已经没有了，但是我们还是愿意保存它，因为那里曾经有过蔡瑞月。要话11点，文化局3位文资委员开始勘察，为门前到边啊，各入去了解。那我们今天找戴老师，是因为他是这方面的历史的专家，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借由他的一个专业的来提供我们一些相关的资讯。文化局表示，文资委员勘察结果会伫咧文资会来处理，代代是以书面回应。文化局2届决议无指定甲保留，才会委托建筑师先来评估。即马暂缓办理，也无发包拆的工程，接落来会按这个结果来处理。记者小新志明台北报道。讲到保存文化资产，嘉义县普阿卡在庄的文书团体，嘛有成立一间破祖故事馆。这大家有收集按清朝年间来到民国初期上千项的文物，一项一项拢通看到几百年来普阿卡点点滴滴发展的脚印甲过程。规篇的新闻报纸强为日本时代开始记录破祖当时发生的代志，内底阁有早期艺家用的控制文宣。这个破祖故事馆虽然空间无大，但是每一项文物拢是破祖这400当来的历史。譬如说有清朝的房子，到现在我估计它完全没有清理，然后来它大扫除，全部要丢掉，那我就要抢救回来。那抢救的那个门板啊，还有那个文件资料，还有很多瓷碗，这样大概都从清朝、日治时期通通都有。这个由日本所设改造的故事馆，是嘉义县第一个由民间文书团体成立的文资银行。破祖日新文化协会开6档的时间研究破祖的文书，记录当时破祖伫教育、宗教甚至是地形的各种改变。这边不是只是看故事，然后以前谱子的部分而已，就是他们也可以认识一些以前的器具啊，甚至于未来有一些展览，他们也可以在这边。说是故事馆，可是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没有真正有设限的一个故事馆。破祖故事馆内底收藏千外件为清朝甲民国初期的文物。日新文化协会表示，过去的历史是社会进步的养分，希望透过这文物的呈现，会用互来到这的民众更加了解破祖发展的历史。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有影家己庄头的文化，爱家己顾。但嘛有真侪少年辈
拢已经按都市倒转去到家己的故乡，要替庄头出一寡力。无论花莲七星潭、南投鹿谷，还是台北市大东区的长溪街，拢有一款拍拼的少年家。下暗10点，咱公视台语台《青春咱的梦》这个节目，特别招观众朋友来看这阵疼痛家己故乡的青年，因的认真甲用心。为着要让大家了解海洋环境，中山大学海港系毕业的吴文启，登去故乡花莲七星潭成立回游吧，推动食鱼教育，教消费者安怎食上鲜上安全。回游吧，我们其实大概主要透过3个服务的项目，一个是回游鲜捞，就是我们鲜捞渔获的贩售，然后一个是回游潮体验活动的部分，然后再来是回游新知，就是知识性的部分。中央山脉的另外一边，有共款理念的老乡杰，伫南投鹿谷成立乐山小农，甲过去所设的行动图书馆改造作农产品的展示空间。咱这个透过话，原本是这个12月时阵的行动图书馆，已经经过1年啊。虽然讲这个1年的时间吼，互咱这个图书馆已经功成身退啊，但是我无希望讲伊就全安结束啊。镜头来到台北市大东区的长吉社区，孵化计划这个团队用设计思考的方式，要来并联等社区营造的方式。今仔日来到这个南机场。因为咱长期的孵化计划嘛是伫社区做代志，所以讲来南机场借鉴一下，就是都市的议题真复杂，爱用不同的专业、不同的人来投入。敢每当咱有一个孵化计划，甲不同的青年团队，大家做伙来探索讲。敢会当伫咧社区来发展家己的专业，有行动就有改变。这少年人用家己的方式来关怀社区，改变家乡的面貌，让一寡老社区佮恢复永过的活力。记者综合报道。人讲食枣年年好，冬天到春天，食枣仔是当着时。不过今年因为气候的关系，枣仔的产量是减真济。台南南西街加在有一个农民沈建宏先生，伊会晓饲河神来交花，成功种出大粒佮把水的牛林蜜枣。人讲12月枣仔采果柑，台南南西梅岭毋若是收梅花的好所在。当年的12月开始是枣仔的产季，有真侪果子园开始开放予民众来办枣仔。但是今年受到落雨的影响，而且无芳来授粉，产量是减真济。南西梅岭的农民沈建宏为着要解决这寡问题，伊改饲河神来交花，成功种出大粒、回报佮把水的牛林蜜枣。无芳少啊，所以我拢饲河神要交花。所以恁出去也看有枣啊，今年的枣啊，成就安尼会使讲足够啊啦。伫大部分的枣仔园拢发无好的一冬，伊的产量共款真高。除了用河神交花以外，沈建宏甲枣仔种伫网室，佮用豆饼、过期牛奶、发酵素甲糖蜜来调有机肥料。附近的地质来种是拢会下啦。重点咱讲的管理啦，管理就讲各人管理袂相像啦，落肥时间嘛袂相像啦。照伊20多年的经验，沈建宏表示，过旧历年了后，就会开始透南风，蜜枣真紧就会到分。若是想要食到青佮大粒的牛林蜜枣，就要趁元宵节进前赶紧来办。记者综合报道。食枣年年好，若食葱钱银拢袂空。台中市的大甲溪遮，因为土肉甘沙济，排水阁好，种出来日本葱仔好名叫做东京葱，规支是长高阁幼稚，有汤阁青甜。今年台中的丰原遮嘛头一摆举办东京葱的评判比赛，农会阁讲因已经有和超级市场合作。互各地头的民众围炉的时，拢有通好食到这款东京葱的好气味。甲葱仔切好大块，配猪肉搅饭，芳个营养。还佫有即出用葱仔头甲鸡肉幼卤的料理，也介新式。食的葱仔料理，毋但会使互人食会到日本葱仔即种品种的甜度甲脆度，佫食会到通过葱仔品感一定的品质。大葱啊，我们把它用低温烹调酥肥料理，它的这些硫化物就会转化成甜分，非常的甜，非常的好吃。台中丰原今年头一摆举办大支葱仔的评奖比赛，为葱仔的外形、口感也有品质，拢是拍分数的重点。包括丰原区、潭仔区、后里区、甲大雅区等等4间农会，总共20组的农友参赛。台中大甲溪附近，因为这土肉内底有真侪沙，排水性也介好，所以土有肥。丰原
完整葱仔面积就有买12公顷，种出来的葱仔粗搁把甜，也出真侪葱仔王。所以我们会用一些很标准的这个设备来去做它的甜度这样子。我们公司来出钱，我们不是叫农会来出钱，那我们能够替台中做一点事。那我们替我们农民做一点事。台中风管农会也挂在咧旧历过年之前，和日本的超市合作，加由一个葱仔拆一支一支来卖，希望互民众过年围炉食葱好过年，家家户户拢团圆。记者综合报道。咱来讲美国的联邦参议院，正月2日开始要正式审判弹劾川普总统这条案。两党两边的参议员言辞辩论，是真激烈。民主党是批评共和党。讲为着要暗骂川普总统，竟然利用审判的规则，要阻挡因团证人，甲检查新的证据。共和党这头是开始有立法让步，表示同意要延长辩论的时间，阁有将提出证据的条件放较灵了。美国总统川普的弹劾审判2日伫联邦参议院正式开始，在野的民主党议员批评共和党想要透过设计审判规则避开团证人，阁检视新的证据，就是为着要替川普脱罪。What is the president hiding? What are our Republican colleagues hiding? Because if they weren't afraid of the truth, they'd say, go right ahead, get at the truth, get witnesses, get documents. 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诺表示，因提出来基本规则拢真公平，而且无偏见。毋过也是有对民主党有小可让步，包括温存控辩双方伫咧3天以来有24小时的辩论时间，阁有免先提出论点，第当提高打开始的调查证据等等。If a senator moves to amend the resolution in order to subpoena specific witnesses or documents, I will move to table such motions because the Senate will decide those questions later in the trial, just like we did back in 1999. 这场弹劾案是因为川普去年去互表消息讲，甲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扣掉咧，来要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调查政敌拜登爸仔囝，涉嫌串通国外势力来影响选举。川普目前人伫咧瑞士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2日继续批评弹劾案是政治骗局。That whole thing is a hoax. It goes nowhere because nothing happened. The only thing we've done is a great job. We have the strongest country in the world by far. And it was going in the wrong direction. We have the greatest economy we've ever had in the history of our country. 民主党主导的联邦众议院去年12月份通过决议弹劾川普，而且送联邦参议院审理。毋过参议院大部分拢是共和党的人，估计通过弹劾川普的可能性不大，而且这场审理可能伫短短2礼拜就结束。记者综合报道。西方国家是有咧怀疑中东的伊朗一国私底下发展核子武器。但德国、英国和法国顶礼拜就做伙出面谴责伊朗违背协议，甚至讲联合国的安全理事会嘛会出面甲因制裁。毋过伊朗这边大真硬，因阁放声讲要退出过去所签的禁止核子武器扩散的约束。美国提示伊朗即并为对国界将定所引发的区域紧张，虽然小可较缓和，不过伊朗自2018年美国单方面退出核协议了后，就一直呛声讲要恢复提炼浓缩铀，想要制造核武原料，互参加核协议的欧盟国家看不落去。顶礼拜，德英法3个国家最近发表声明，谴责伊朗违反承诺。安尼是做可能会造成联合国安理会恢复对伊朗的制裁，引起伊朗强烈反弹。伊朗外长伫8月就伫国会网站谴责欧盟国家安尼做无法律根据，讲对方若果采取进一步措施，就要退出协议，对欧盟国家报复。اما اگر این حرفایی که هست ادامه پیدا بکنه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در حال طراحی 禁止核武扩散条约的目标是要限制核子武器发展，这个会当把核子技术用伫咧和平甲能源的发展。有190个国家签署，伊朗若退出，会甲北韩同款，互国际社会正头疼。另外，伊朗即便为对圣城路的新指挥官上任第一天就对美国呛声。او رو ناجوانمردانه زدند اما به لطف الهی و به همت همه آزادمردانی که در سرتاسر عالم خونخواه او هستند انشاءالله جوانمردانه دشمنش رو خواهیم زد. 专家认为，伊朗甲美国之间的恩恩怨怨，国家即马核武危机升悬，中东地区是正歹明证。记者综合报道。全非洲上届好野的女性，
拍算是安哥拉这国进前一个总统的查某囝，伊名叫伊莎贝尔。伫咧全世界，伊有400多间公司，价值22亿的美金。不过，当有媒体曝光，伊莎贝尔是靠因老爸执政38年的关系，利用特权咧入籍。伊嘛另外牵涉到超过10亿美金偷占公款的案件，司法单位已经开始咧调查了。国际调查记者当面根据71万5000多份卢安达改变文件所做的调查发现，今年46岁是非洲上好野女性的伊莎贝尔，伫咧伊的老爸杜桑托斯做安哥拉总统的38年之间，利用关系掌控安哥拉国营石油公司甲选召企业。伫过去10年建立横跨41个国家、超过400间公司的庞大网络，顺利摕到安哥拉政府的公共合约甲执照，也有个人储存等几多项机会，对中侵吞超过10亿美金的公款，其中包括甲安哥拉国营石油公司持有的葡萄牙石油公司股份，用正式的计价卖互因翁。可以伫咧非洲甲欧洲有银行、电信、电视、水泥、选召、酒类、超市甲房地产的庞大资产。富比士估计伊的身价22亿美金，换算台币是660亿。不过伊莎贝尔讲，即挂拢是安哥拉政府的政治攻击。Well, the allegations are false. Unfortunately, we were not given the opportunity to present our evidence or to defend ourselves. 安哥拉现任总统伫咧2017年，甲杜桑托斯赶落台了，就开始对政调的贪腐做整顿，甲伊莎贝尔国营石油公司董事长的职务提掉。去年底，国家伊的资产冻结，开始做刑事调查。伊莎贝尔是北回讲2022年要选总统。Mas agora a grande questão é se realmente ela tem tanta popularidade assim para que as pessoas votem nela, o que não me parece que seja o caso. 建立这件代志的国际企业管理顾问公司资诚讲已经停止甲伊莎贝尔的合作，等待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咱来讲中国陕西的金丝凤博物院，近来又有新的发现。研究的人员发觉讲，金条兵马手内所提铜片。还有中国目前历史上介久的金鹿刀，专家嘛分析讲，金丝凤的时代就看得到鹿刀，无定这表示讲，伫咧汉朝的丝路拍通进前，金条就已经开始咧和西方交流了。伫咧进兵马乡1号陪葬坑面积400平方公尺的范围，经过10年的考古工作，公布新挖出来超过220件金像，12只驼马加真侪兵器加建筑遗点。这一组墓葬，从整个这个屋来看的话，它还是有意布置的一系列墓葬区，应该是秦始皇陵的陪葬墓。中国陕西秦始皇帝陵博物馆自2009到2019年之间，对1号坑做第3遍的正式考古。这边挖出来成果，除了第一遍发现金盾的遗点，也有原有的下级军力用，会能够在向下又分成做2个类型以外，也有中国已经知影上早的单体金鹿刀。在这里边呢，我们比较引人注目的一个就是一个小的金的骆驼，它这个骆驼呢，它是古代呢是西亚那一块才有的，咱们中原地区基本上是见不到这个东西，所以呢，它的出土有可能就提示我们一点，在秦的时候，中国和西亚就有经济来往。进兵马俑1号坑长230公尺，宽62公尺，深5公尺，总面积14260平方公尺。照白密度估计，若全部挖出来，土壤加土马会当有6000件。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今仔日已经有较烧热，头拄咱嘛报讲好天的一直保持较旧历的初一。正月初二开始，因为冷气流通过台湾，东北风反较强，南方阁有水汽加入来，各地头的天气拢会反较湿、较凉冷。全台湾拍算拢会落雨，高山地界甚至阁会落雪。正月初5过，温度无定降到10度以下。下半部天气变化啥款？咱来看各地头详细资料。北部19度到27度，
中部21度到27度，南部23度到29度，东部22度到26度，金马平湖16度到24度。咱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我是郭国正，敬祝你新春行行拢如意，金鼠年大赚钱，多谢你。